銀龍飲食集團一間經營咗50年嘅企業，員工人數超過1000人，又點樣可以有效咁樣管理呢？佢哋深信一個有效同有系統嘅管理，可以令到員工進步，亦係可以令到公司壯大嘅重要一環。進行五常法由計劃、執行、實施嘅過程入邊，公司同員工一齊學習同埋檢討，從而改進。佢哋對五常法又有啲乜嘢嘅體會呢？要令到唔同崗位嘅員工都能夠有系統工作，實施五常法對公司嚟講係非常重要嘅一環。五常法管理係能夠幫助員工掌握工作上嘅流程同埋細節。五常法係講求執行同評估，透過執行，員工可以明白五常法嘅連貫性；透過評估，公司能夠了解員工在工作上嘅表現。公司做咗五常法有以下嘅總結：第一，原理簡單，易學易明，成效顯著；第二，減少食材同埋廚餘嘅浪費，同埋可以支持環保添；第三，提升服務，有統一嘅標準，改善員工嘅壞習慣；第四，令員工同埋顧客可以有安全同埋整潔嘅環境。物品係需要按高、中、低用量或者重量嚟分別存放。私人嘅物品減至最低，同埋集中存放。發現需要維修，即時填寫維修卡，按時處理。一是最好，會議要發言精簡，預先發放好議程，作好充分嘅準備。一是最好，所有一天嘅工作計劃表同排序表，可以令到員工一目了然。所有嘅物品都要有一個清楚嘅標籤同位置，亦即係要有名有家。每一個分區嘅位置都要有負責人嘅標籤。所有嘅物品同埋工具都要有合適嘅容器。所有嘅物品都可以30秒內提取或者放回原位。物品要有先入先出或者左入右出嘅安排。而整潔嘅通告板係有大標題、分區同負責人標籤嘅。物件要離地放置，令到清潔同埋檢查都容易啲。清潔一啲較少注意到嘅隱蔽位置。制定清潔檢查表同負責人，定期清潔，保持衛生。所有嘅明渠都需要定時清潔。地面同埋整體嘅環境保持光潔、明亮、照引。消防設備要定期檢查，出口燈要開燈，亦要有走火嘅逃生指引。要有標準同指引嘅體力處理操作情況。
善用顏色同埋視覺做管理，例如生肉、熟肉、蔬菜、洗碗布專用，要分別分類。節省能源嘅方法，例如空調要合適嘅溫度指標，或者減少外賣用品。安全嘅政策承諾同埋風險評估，例如洗碗機嘅安全指引。設置五常法博物館，包括改善前後對比嘅相片，以及其他有關職安健嘅資訊欄。圖像法可以令到所有新同事都明白洗手間嘅位置。制定清潔同維修檢查表，例如更換濾芯。履行個人職責，包括守時、問責同埋優良嘅工作環境。根據公司嘅標準，着上合適嘅制服。笑容禮貌招呼好，誠懇主動服務佳。早晨，歡迎光臨，下邊坐啊！多謝晒，拜拜，多謝，多謝啊，拜拜，拜拜。定期作出五常法嘅審核，包括內審、外審，每季最少要一次。優良嘅五常法環境，保持簡潔、舒適、安全同高透明度嘅工作環境。整體嚟講咧都好開心，咁咧證明我哋咁多位同事之前嘅努力就冇白費到嘅。咁啊搞五常咧，其實大家同事與同事之間咧就出現好多拗撬啊。即係話啲位置點樣執啊、分位啊、清潔啊，咁到最嬲尾大家都好合作，將清潔啊、執位啊，通通都整好咗，咁最終就通過呢個五常嘅驗證。希望咁多位同事咧繼續努力落去。佢整頓咯，即係起碼啲嘢規範啲，唔使咁難揾咯。咁就分翻開菜蔬會用唔同嘅顏色嘅膠西啦，例如菜蔬用綠色啊，生嘅肉食我哋會用紅色啊，熟嘅肉食我哋會用藍色嘅西去分類咯。當中佢哋如果唔合作嘅，同佢慢慢去講解咯，即係對於佢哋都有好處咯。叫佢哋多啲洗啊，即係唔使話積得太耐嘅時候，你自己仲難洗咯，即係清洗密啲啊，啲污漬容易啲洗啲咯。要求翻佢哋着啲防滑嘅水鞋啊，跟住切割手套啊、隔熱手套啊啲工具上配合翻咯。工具啦，即係鋼架啊、膠兜啊，咁可以令到啲食物可以升高啊。即係所有嘅刀具啊、設備啊，咁可以即係換翻啲即係比較好嘅，令到安全啲咯。倉裏邊就主要都係擺位啊，同埋凌亂啊，同埋執拾嘅問題咯，即係清潔嘅問題咯，同埋大家去傾，跟住然之後睇下邊啲嘢係重啊，邊啲嘢係輕嘅，跟住再按分類咁樣去，大家點樣規劃翻個地方咯。嗱，和味之處咧就可以學到好多嘢啦！呢個五常，仲有好似做啲標籤咁啦，我哋都要諗好多其他嘅方法嚟做清潔咁啦。好似阿連哥咁啦，落嚟好似幫手咁執頭執尾都好啊！阿連哥係總廚，幫手一齊做啦，有佢帶嘅指引會好好多咯。連有好多其他同事一齊分工合作咯，連有。我身為銀龍尖沙咀鋪五常法領袖，
帶領所有員工去做五常法呢件事情，一開始我就非常之艱難，好艱巨，好多同事之間嘅摩擦亦都好多。係有摩擦嘅時候，我哋又點樣處理個問題嘅話，大家可以唔講嘢，行開，唔好嚟，隔一陣間或者隔2、3個鐘頭，同啲同事慢慢再傾。喂，其實做係好簡單嘅啫，點解你哋會諗到會好困難呢？五常法最重要一樣係常自律。如果個個同事都自律嘅，咁我哋咪好好咯，唔使咁多麻煩嘢咯。守門上嘅嘢，品質上面嘅嘢，大家都可以做得好好嘅。其實我好多謝我哋嘅同事同我衷誠嘅合作，去完成呢個五常法。今次五常法推行成功，係全靠一班同事嘅努力同埋付出，先至可以取得今日嘅成果。透過五常法，亦可以令到我哋工作嘅效率同埋競爭力得到全面提升。未來我同我哋嘅一班同事亦都會繼續努力，眾志成城去執行同埋推動五常法，令到公司更進一步，亦可以令到同事們得到提升。銀龍齊心做五常，出品服務必優良。相信各位對五常法嘅認識又加深咗，未來嘅日子係需要各位嘅不斷努力、不斷學習，五常法先可以有效同埋有系統咁繼續執行落去。